后来乡亲也讲，深海鱼若长期大量来食用，恐惊会伤身体。台中有一个64岁海钓客，逐工去钓深海鱼，逐工拢食深海鱼，结果健康检查，油脂的功能剩5成，进一步转诊，竟然是锌的浓度伤悬。台中一位64岁李先生爱去大海钓鱼遐，退休了后差不多逐顿拢食海鱼，健康检查意外发现锌过量，损害油脂功能。验出来竟然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那个残留啊，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就是，我现在一直知道那个白肉啊，海鲜是蛮好的优质蛋白，那现在尽量就是不要吃得那么凶。医师讲，家在有量才发现有可以解毒剂治疗，嘛建议爱调整食食的习惯。2个月后，病嘛好利利亚。跟李先生做了卫教，那也给予了一些所谓的解毒剂、抗氧化剂的使用之后，李先生的肾功能跟他尿液的砷都获得很好的改善。医师讲，锌主要来自受污染的水含食物。提醒民众食物件拢爱食，较袂食一个伤济，怕歹身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